款，好， 17点以内。来，好，探险队就是这个所在，真正足侪宝藏的。咱看头前大声讲出，咱是啥物队？阮是五环海底仔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我是新甜，我是品言。我是品行，我是君和。啊，阁有4位探险队要来摕宝藏啊！大黑小姐，我已经准备好。哇，你咧看行李，敢是要出国去耍？啊，我看因你啊，煞去啊啦，嘛无啥物公用的代志，唔莫去讲。安怎啦？你安看安尼足艰苦的，啊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会当甲阮探险队讲，我会当甲你斗相共啊？啊，无要紧啊，汤队无，我有你甲我斗3工节啦。你遐几束啊衫，你甲我退一个好无？啦。到底是安怎啦？你安尼面露面多谢彩。恁，多谢。来，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汤队，我今仔日吼真欢喜看恁来，啊想甲我斗3工，啊这届哦可能是最后一届见面啊，啊恁啊好好保重呢，再见。啊？哎，是安怎？嘿，黄小姐，哇，你行李安尼扛到这大卡，你是拖行李要去倒位啊？村长，多谢哦，你这几年来照顾。中啊啦！我知影哦，我昨暗顿哦，煮了伤正啦，啊你哦一直吐大气，我知影你一定对我足失望的，你对我这尔失望，我都无要搁做总菩萨啊，我要来等啊，要等啊再见等下，等下啦，我先了解清楚啦。是啊，我伫遮请问一下探险队啊，你听到安尼小静讲，因为村长安尼吐大气，伊就感觉家己无资格做迄总破塞，你有啥物想法？伊会当问村长的想法，哦，了解一下啊，是安怎伊会吐大气？啊，搁有其他的无？收函啦。收小函下嘛啊，啦。收嘿济啊！啦，代志是无遐严重啦。等下，不是啊，你扛的行李，啊是安那白大黑白扛行李，敢讲你嘛要走？什么我要走？叫我替你款的，这你的呢？这内底是你的三角裤。哈，我的。三角裤。唔是三角裤。啊，这是要你的，就是你要甲小静做伙走啊。我是安那要走，我好好啊，怎个走？什么你好好？啊，你逐工安尼唉声叹气啊，唉声叹气就是心情无好，心情无好就得这个忧郁症。啊，忧郁症你若是得了，你就无法度做村长啊。安尼新的村长就是我啊。啊，你哦豆豆啊行，慢慢啊行，跋倒免叫我的名。你到底是咧讲啥？我村长做好好，我阁无要退休咧。小真大气，我甲你讲，你这想法就是受到这出家谬误的影响啦。就是你要抓准讲这代志哦，就是照你所想安尼想，啊，你就一直想，一直推论落去，愈想愈歹，这想法一直出落去。啊，毋过这代志是可能的发生，无代表伊一定是安尼。你根本就是家己去吓惊家己啦。啊，探险队，你敢有拄过这款经验？有一摆我咧食饭的时阵，爸爸教我讲，你若无读册，后摆就要去饲猪。饲猪饲牛？这唔是干那出家谬误，伊这是谬误。这饲猪无当然嘛是袂歹的。饲猪做好饲猪嘛就袂歹咧。啊，毋过我感觉哦，小朋友其实也有家己的这思考的能力，这推论哦，拢爱讲证据。啊，你若是真正想无，唔知要安怎做，你会当哦问老师，还是问朋友，大家哦做伙来想办法。这嘛是小姨讲的哦，一人治，唔当众人医。对啦，会记足侪代志哦，唔是你家己想的就对啊，你就爱较冷静，落来思考，唔好落入去迄个思考的陷阱啦。好啊，就亲像安尼村长，你逐工一直想讲吼，阮来甲你提宝藏，啊有一工你咧宝藏愈来愈少，啊你都无宝藏了，你甲这吼船安尼卖掉，你就开始走咯。哇！我甲你讲，我出的题目是非常厉害、非常正确，我爱充满智慧的，所以我是唔惊恁来提宝藏的啦。所以就让恁来挑战，恁准备好未？好。来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即款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
哎呦，五权国小的探险队要来新鱼啊！哦，是，头壳顶什么字拢知影无？知知哦，大声甲念出来。练习戏剧，哎呦，啊，恁平常时啊下课，伫个功课写煞了后，恁敢会看电视？没没哦。啊，袂看电视，我等鱼啊，我无爱等啊。为什么？我无咧看我的节目啊，我有想要要互伊得到大片。对哦，恁敢有看《非常了不起哦，安尼哎安尼样》？的。啊，因可能看网络顶头。系啊，用网络看的。啊，你是看电视较济还是网络？网络，哦，真正拢看网络。好，今仔日要考验的主题就是电视戏剧。啊，安怎来摕到大片咧？拢总有15尾鱼啊，4题一块大片，8题就2块大片，了解哦？了解。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噶，准备，叫过头，看准，上好准。西啊！你遐会变呢？灯哎呦，来，关系，对，哦，袂歹哦。屁哎，你手紧哎呀！有哦，bonus，练小剧，哇，一位，厉害厉害。 bonus 是叫丢伊啊！叫你摕较细，摕哎，较细。这是呆位落的 bonus 呢练，Dan 哦 Dan，你真正就用啊！你等就紧的咧。屁你手紧啦！哎卖遐样客啊，卖，西速度较慢一些。屁花，哦，所以来，下一位。叫我叫拢一直弹出来呢，叫，对，安尼行。屁啊有啊有啊有啊，好酒沉暗底，好戏伫戏尾。哇，厉害厉害，四题哦，记得哦，啊快点。演完，灯演完，八点档， 8点钟掉，好，下一位。屁加油加油，够机会哦，8题8题，啊，成我好哦。叫你猜错个。做戏的要刷，看戏的唔刷。无鱼啊，真可惜，咱毋过 bonus 叫人摕伊呢。哇，哦，bonus 迄个大路安怎念？练小剧，叫俗甲剧，这两字拢是入声，所以有爱俗剧，了解无？练俗剧，来做伙念一解。练小剧，哎，入声爱注意哦。好酒沉甕底，好戏伫戏尾。伫上精彩、上好看的，你一定要看到上尾。是就是是。精彩大结局嗰个时阵是上好看的。啊，酒就是哦，等甕底迄个上香上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来，几点钟？八点档，哎，迄8点，啊，你也是哎变调8点钟。好，8点钟念一解。八点档，刚有你看8点钟？哎，头头你头头头先你是讲无款，有当时啊，是上帝看啊，你对看安尼啊？妈妈，啊，妈妈会啊，你妈看，对看。妈拢看倒一栋？韩国的，韩国韩国韩国8点档，哎，韩国8点档哦。韩国的8点钟。韩国的8点时間档，啊啊，台湾差不多8点要播出。啊，无就是8点的时阵，因母爱家己开 iPad 咧看，迄嘛是因母爱8 8点钟。点档，对对对。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韩国的8点钟，咱今日学到。哎呀，差叔叔啊，毋过 bonus 有摕到7题2块大片。来，这个大片大声个念出来，台湾农产品。连角，好，油角豆，来大吉利。在家。好，第一关2块大片，后一关咱较加油的，准备接招，停来卡。做火球进步，守卫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
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回合，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踏几步，而且配搭出共声母的你，阮的船员卖伫竹仔搭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哎呦，要来拍竹仔咯！大型的竹仔台真好耍的哦。来，头先有听到你是什么五权海猪仔队对无？对。啊，现在叫海猪仔队啊？阮希望阮会当像海底仔自由自在、团结合作、聪明佮高水。啊，赞！聪明个高水啊！有啦，我有感受到。好，啊，即马来到这关，我甲你讲安怎摕大片哦。你若行到第5格，就有一块大片；10格行煞就有2块，了解哦？了解。啊，内底有了解无？了解。你是哦。挑我的。来哦，到底通啊摕到几块大片咧？赢来噶！来，好去啦！好去。真可以知影你的厉害，真可以知影你的厉害。你过你会当。我无想要互伊去 NG， 互伊知影你的厉害。敢有法度参像海底啊自由自在？哎呀，三波进2、3 ，KS 是科有啥物字？啥物字？科林班，你可以讲基础对，基础。来，好去啦！你知影听啥？讨厌嘛。知影。你过是最上边啊，上边啊，上边啊。PS 是有啥物？啉水对啦对。来，好去啦！红烧前收起来。用头，你要用你的头，你过来，你不要看呀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。好，一波好。PH 是泡泡，什么字咧？汤水。屁花，屁花对。来，好去啦！你速度较紧的，袂当安尼唔你再甲我灌咧，好吧，紧吧紧。你快点，差不多用的，你们买紧到倒来。 有啥物字？草木嘛，好，草唔对。来，好去啦！袂当伤慢对不对？对。好去啦！哎呦！你有啥物代志？你有啥物代志？我时间啊！好金。 两波我 K 是啥？我没去你啊 K 是歌，我没 K， 歌有啥 K， 我没 K， 我 K 书中心。是个歌调，好去啦！哦，这个乱的咧，我那种怀疑给你乱，是刚好伊个 K 落去。听一个啦，歌好伊，我无 K， 我无 K 啊，我无 K。哎，几波？NG 的是。 文啊，对，各位人乱。好来哦，咱来复习一个哦。哇，哦，君豪真侪拢靠家己哦，伊拢耳拢有关起来。对啊，你都无要加伊咧。我给阮主导的呢。咱去请伊家己提供伊内面有真侪物安尼件。会用的。好，咱来复习 KH 是啥？科科有啥物字？考试对。科花科花。客花，哦，厉害。卡对水 ，K 是哥。哥，哎，哥。高炸古早水，有无？高义。高。高拢是。哦。低不是。哎呀，高低高低。好啊，真够啦，今10个通啊摕2块大片来比摕。大声念出来哦。一来，搁一个。海鸥啊！来，大起你。水哦，水啥？赞哦！水哦，2块。好啦，已经摕到4块啊，上尾关甲收起来，准备接招，赢来噶！总讲一句，
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厝的，另外两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来啊！五环国小探险队，听讲因最近有伫流行食一种物件，什么？啥物人来甲咱讲？龟记，食啥？龟记，龟记啊，是龟记。龟记，哦，是龟子，毋是龟子哦。我拢用啉的。龟子是水果，龟子是咱泡茶安尼啊摕的。嘿，哦，啊啊，是那会流行嘿？同二因早龟记去学校啊，就下课就开始咱大食的家，哦。嘿，啊，因两个食龟子，你两个有食无？无共班，哦，无共班。哦，所以迄是恁迄班伫流行的，就对啊。嘿，哦，好啦，安怎来摕大片？两题一块大片，三题若拢对就两块大片。嗯，了解哦。了解你即摆是4题哦。好，加油来，请就位。请。到底上尾管通啊摕到几块大片？现在噶。开始啊！你头前厝啊较大力的，钢琴也较悬的哦。其实伊啊，应这哦较该是轻的，赶紧加油者啦！加油加油，好，这较轻的，这较轻的，较大力的吼，这较轻哎，的。因真正足轻的呢，足温柔的呢。哎，有。请讲。轻的呢，足温柔的呢。有。请讲。拄着安怎？咱若拄着是大人，就爱甲伊请安问好。啊！好，来，学一个，非常的有礼貌。加油！动物动物，你咱走来这啊，到尾泡一下茶互啉的。可以食龟子。嘿，互伊食果子，龟记。互伊食果子。乱去啊！嘿，阮共乡的你是啊？这较轻的哦，啊，这较轻的吼。哎呦，我这猪舌袂歹哦。拄着了咧。哎，伊足温柔的。哇！请讲。老烈个粪扫桶。粪扫桶做老累咧。就侪粪扫的啊。啊。你老日的所在有足侪粪扫桶的。哎，有道理哦。一定要有粪扫桶。啊，无迄粪扫的哦。哦，迄环境会伤垃圾嘛吼。伊是不是伫咧学校有练习啊？无哪？哎，因足够会的呢，对。足温柔的。这较轻的伊有呢。掠着一个撇布，嘿，较灰啊，因较冷静啦。较灰啊，莫长冷气哦。静应对。这那有较简加单。油加油加油！无可能啦！哎，佮甲赶上去。伊个讲吧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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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无油。无油。加油！老油。加油！无油。嘿。啊，迄个伤热，迄个这个叫跳浪子。加油！加油！伤大力。跳浪死。紧的哦，无时间，紧的哦。哎，哎，无。后生你莫动就有啊讲。伊可能落伫个手较啊。大力的，较大力的。我想要甲问恁两个咧无用啥？伊拢叫软卡掉的。你你两人吼，真正是，鸭肉羹，嘿，伊的囝呢？伊个囝会当去白收啊。伊的囝会使摕来卤做食鸭肉。我就食迄个。哦，有啊，我紧哦。请讲。来，请讲，安怎万不离安怎？明仔载咱就要出去耍，万不离落雨要安怎？啊！过关，拄着安怎就爱安怎？什么人来试看咱卖？若拄着老师，就爱拍招呼。哎，所以拢是礼貌。搁有无？来，换恁两个，恁头先你无闲，换恁来讲一下。君豪、品行。咱若拄着地动，就爱爬入去倒啊。哦，哎，米的刀啊，米的刀啊卡，哦，哎，真好，拄着地动，米的刀啊卡，咱若拄着小的，就爱紧别条路行。紧别条路行。嘛是啊，你看安全啊。真正小的，我即马拢爱足注意的，你身躯边哦感觉奇怪的人哦，你若拄着奇怪的人，就紧走。健康的啦。好啦，真够啦。三题拢对，2块大片请题。哇，豆大。哇
声念出来。冲勇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再一个，几个个，来大 Kitty。袂歹哦。好，袂歹哦，摕到6块大片，到底敢摕到宝藏嘞？现在噶，我看来探险队要来摕宝藏哦。6块大片，目前是这个位置，敢有想要刷位嘞？免，讨论者，对喏，就照安尼。自信满满。真好。哟，平时最近的运气啥款？你的运气有好无？你感觉？袂歹啊！袂歹。你有当时考试真正一题袂晓，通常又对又唔对。应该有。有啊，有又对啊，有又对。嘿，有当时嘛是会袂晓的时阵呐，对，都不要紧。这就有分数。迄个袂晓就亲像这2空，到底敢摕到咧，手甲花咧。我讲车飞的时阵才飞，而且飞超过1空才有准绳，啊飞超过10条，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请飞！哎呦！单脚。看外，哇！有啦，有看到品行的笑容啊，头先紧张无？没有，安尼。是呢。哎呦，新的来，新的啊。等我你多谢。来，趣味倒伊，甲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介倒伊是会当互你学习到这个生物学的知识。哦对，这内底有做侪生物嘞。哦，会当讲是物种的起源啊，这敢若是迄个专业的生物学家因设计出来，对。所以唔但通啊算，佫通啊学物件。对，啊，你会使用台语算，安尼就会使个用台语吼学习做侪款的生物。哦，赞哦！变成啊，今日参悟落来，哦，最后佫摕到宝藏，心情啥款？欢喜。欢喜啊！啊，品言你的，你感觉啥款？今仔日来算的，紧张。紧张较济啊！啊，即摆感觉会紧张？无袂啊，摕到宝藏欢喜啊！袂啊啦，嘿啦，放较轻松啊啦。啊，君和你咧？一开始嘛会紧张，毋过就欢喜啊。算个上伊讲话，就是足欢喜的刚刚我啦。进三温暖赶快。对啊，我起起落落啦，真好。啊，你的心情呢，心情？刺激。刺激，哦刺激，刺激佮淡薄仔紧张，佮带一寡欢喜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希望恁继续练，佮继续来提宝藏，你讲好唔好？好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在一